處掌心，不管天缺地震，與你無間斷，美句世上裂痕。回頭望着你微笑，便明白這個世界太動人。默契又平穩，是你能安撫我內心。幾多年人生，命中的一個能完全貼近，你偏似還有的牽引，在你眼中明白永恆。幾多年餘生，亦都只想你能成為責任。你的吻是我睜開眼最大原因，終於可放心，不需要太多才合襯。兩個人沒身份，偏偏可以共振。兩個人邂逅，就像美麗白雲。回頭望着你微笑，便榮幸有你帶我去覓尋。默契又平穩，是你能安撫我內心。幾多年人生，命中的一個能完全貼近，你偏似還有的牽引，在你眼中明白永恆。幾多年餘生，亦都只想你能成為責任。你的吻是我睜開眼最大原因，我可為誰活入？若天地淪陷，只要和你不黑暗。每日太多變化，更令我知道愛就別遺憾。留住你，就別再管未來的厄運。閉着雙眼，避過密雲，誰人留心？幾多年人生，又找到幾個能完全貼近，你偏似萬有的牽引，在你眼中明白永恆。幾多年餘生，亦都只想你能成為責任。你的吻是我睜開眼最大原因，終於可放心，千萬如頑石也可相襯。唔該晒 Fred 為我哋唱出你嘅新歌《一個人的永恆》，歡迎晒，歡迎晒。阿 Fred，咁你今日就帶咗新歌《一個人的永恆》上嚟啦。咁其實係講咩嘅咧？呢首歌其實好同我以前嘅歌好唔同嘅，以往嘅歌比較悲情啲啦，比較失戀豬豬啊，失戀豬熊貓仔咁啊！今次就好正面啦，即係對愛情好正面一個感覺啊！咁啊揾到另外一半啊，知道咩叫永恆，就想同佢白頭到老啊！哇，聽落去好 sweet 咯，其實嗰個係好 sweet 㗎，係啊，超 sweet 啊！咁今次咧嗰個製作班底係張家誠啦，同埋楊希啦，咁你自己 Team Panda。Team Panda 我哋。咁你哋有 Team Panda 嘅時候，有冇你都即係有參與啲作曲作詞啊，或者俾啲意見咁樣有冇㗎？其實張家誠一寫完呢首歌，佢就 send 俾我，就即係個 demo 俾我聽啦。咁我都同佢講好 sweet 啊！呢種歌個 melody 好靚，佢寫得咁啊！因為我同阿希同埋張家誠個默契已經係好好嘅咧，即係以為已經係第3張碟而家做緊一齊，咁所以就大家有溝通有商有量，咁佢就知我缺乏啲咩歌，咁不如我哋今次好 sweet 咁寫一首歌。咁其實以你嚟講啦，永恆嘅定義又係咩咧？
永恆嘅定義就係 forever 㗎啦。即係英文譯出嚟啫。多謝晒你教咗我哋一堂英文就真係 forever 啦。咁啊，有啲咩女仔咧先至會令你覺得係一見鐘情就永恆㗎啦嗰個感覺？其實呢啲真係好難講。我記得我個好嘅朋友上年嘅結婚，咁我問佢：喂，你點知你會想同你而家嘅太太結婚？佢話你會知。哇！但係你一定會 feel 到嘅，you will know。係啦，有英文。你一定會知嘅。咁啊係咯，咁啊仲期待緊嗰一日啦。咁啊我相信，如果知道係永恆，你嗰一刻會知道。未遇到咩？撥頭髮。我冇嘢啦。咁希望你可以快啲遇到啦。OK。好，傾住咁多先，我哋而家有請鄧小巧。